哦，无人机喷农药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前方小货车的东边，车头的前方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前方那个车很多，那个是高速公路。喷无人机离远一点啊。那个也是喷那个防那个福寿螺吃那个秧苗的了。你看它刚插秧那个，这个还算插大概1个礼拜有了哦。刚插上去很幼很嫩哦，怕它被福寿螺吃掉，要用那个无人机喷农，要防那个福寿螺的。有没有看到在倒那个农药？